事前一定執定個走佬袋，呢個地震嘅3部曲：趴低啦、遮擋同埋穩住。富士山爆發受影響範圍咧，包括千葉啊、東京。美國嘅航空局調查，響飛機嚴重事故嘅死亡率咧係得25%。大家好，我係張清峰，香港求生及防災協會嘅創辦人。如果大家去旅行想為住啲災難做準備咧，事前一定執定個走佬袋先啦。去旅行大家都想減散，即係唔想長期孭住成個走佬袋啦。咁所以帶一啲輕便而且有用嘅工具咧，已經好足夠㗎啦。即係例如係電筒啦、哨子啦、水啦、毛巾，又或者係防災紗布。咁其實呢4樣少少嘅配件咧，長期去旅行嘅時候咧，都帶住響身，都可以幫助到大家去應付災難。去旅行之前咧，我哋都會做一份嘅緊急應變計劃。咁緊急應變計劃就最好每個人都有一份啦，同埋放喺一個防水嘅文件夾度，先至收納喺個背囊就會好啲咯。咁入邊咧就會寫低你下榻嘅地方附近邊度會有一啲緊急嘅集合地點啦、個避難所啦，又或者一啲民眾嘅庇護地點喺邊度。咁當你寫低呢啲計劃嘅時候咧，咁你就會去做啲唔同嘅 research 啦，即係睇下自己下榻地方附近邊度有呢啲嘅設施啦。喺個計劃入邊咧，除咗有呢啲嘅當地嘅地點之外咧，亦都寫低同行伴侶電話啦、個人資料、一啲聯絡嘅方法啦，確保咗響面對災害嘅時候響邊一度集合，係啦。咁萬一有啲突發事情嘅時候失散咧，都會即使響通訊唔到嘅情況之下，大家都知道響邊度集合就會好啲。咁其次就係寫低一啲嘅個人嘅醫療資訊啦，即係例如係長期服用嘅藥物啊、食物敏感啊、血型啊，呢一啲咧都可以用英文版本去寫低，咁就方便當地嘅救援人員可以睇到。咁最後就係寫翻呢一個嘅保險資料啦，即係例如旅遊保險嘅公司嘅電話啊，你需要幫助嘅時候咧，到底佢哋有啲咩嘅人可以聯絡啊？咁呢啲都係可以寫喺個緊急應變計劃入邊。咁當然亦都可以 down 啲 Apps，即係例如係日本嘅 Safety Tips 啊、東京防災刀啊，又或者係台灣嘅中央氣象署啊，同埋呢個 DPIP 防災呢一類嘅 Apps， 其實都可以幫助你，無論係響出發之前做一啲資料搜集啦，學點樣去防災啦，真係去到當地有突發事情嘅時候，佢哋會提供一個預警，又或者災難信息俾大家。去到每一間酒店，第一就係留意佢嗰個嘅逃生路線啦，同埋最近嘅集合地點啦，附近邊度有一啲民眾嘅庇護中心啦，又或者嗰個緊急集合地點啊，一啲空地嘅位置啦。入到去真係下榻嘅時候咧，就睇一睇個酒店有啲乜嘢嘅防災設備，無論係防地震嘅洗手間設計啊、同層嘅防火嘅工具啊，又或者自己單位入邊嘅一啲安全位置，即係例如係台底以下邊度有一啲穩固嘅家具。當有突發事情嘅時候咧，因為你預先已經望過一次、觀察過嗰個周遭環境咧，咁你遇到突發事情嘅時候，你會容易啲喺嗰度拎翻相應嘅物件去應付個災害。其實日本咧有啲酒店佢哋嘅設計就係成個都係用膠啤出嚟嘅，咁當地震嘅時候咧，佢入邊就係一個好好嘅保護，你可以匿埋喺入邊度等待個地震結束啦。咁但係要留意嘅就係入到洗手間之後咧，要記得要打開道門，因為地震有機會令到大廈嘅結構變形咧，嗰個洗手間嗰道門咧可能會門框因為變形未必開到，咁所以一早開定就唔使擔心被困喺入邊咯。係啦，咁同埋入邊有機會有啲水啊、毛巾等等嘅資源咯。如果酒店有防災洗手間係比較好啦，咁但係無論有定係冇咧，其實去旅行嘅時候嗰個求生包咧，其實長期放喺自己嘅床邊咧，有咩事淨係拎起嗰個求生包留喺張床度，等待嗰個災害結束啊，又或者真係拎個走佬袋離開，或者入去嗰個洗手間度暫避，其實都係可以。咁反而我會覺得，相比起將啲物資放喺嗰個防災嘅洗手間，情願放喺身邊度隨時拎得到咧，係會比較好。
真係去到旅行嘅時候遇到地震呢，第一樣嘢就係要確保當刻自己係安全啦，即係匿埋喺安全位置啦，要遵從呢個地震嘅三部曲，即係趴低啦、遮擋同埋穩住，喺一個安全位置，等到第一波嘅地震結束呢，先至決定留喺大廈定係需唔需要離開個現場咯。室內咧就好似頭先咁講啦，揾一個安全地方暫避，咁就留意有冇啲高空跌嘢落嚟啊，又或者前後左右一啲大型嘅傢俬有機會因為橫移而壓傷自己啦。當然亦都視乎你嗰個嘅建築物到底係高樓大廈。如果你高樓大廈唔係一時三刻可以離開嘅話咧，就建議喺原地揾安全地方暫避。但係如果你係可能喺一啲郊外嘅小屋嘅時候咧，好近已經可以出到去戶外咧，咁其實係可以逃生去到戶外嘅空地位置暫避嘅。咁至於你話空地要留意嘅嘢咧，城市嘅譬如好似喺街道咁嘅，就留意一啲高空嘅招牌啊、燈柱啊，呢一啲有機會壓落嚟嘅嘢啦，又或者因為地震引致慌亂嘅車輛啦，呢啲都係要留意嘅嘢啦。咁至於你話真係去到好郊外嘅地方空地嘅話咧，就係要留意當你響屋離開跑出去空地嘅時候咧，要留意中間嗰一段撤離路線會唔會有一啲潛在嘅危險，即係例如係一啲嘅玻璃窗碎裂啊，又或者係有啲吊燈啊相架會跌落嚟造成嘅風險咯。好多時諗住大家驚棟樓冧而離開嗰個單位啦，但係其實地震咧大家都失去平衡，冇咁容易即係俾你長時間跑到好遠去走避嘅。地震嘅時候咧，大廈都會有一定抗風能力啦，又或者好似台灣、日本佢哋都有一啲抗震嘅建築啦。縱觀歷史咧，真係成棟大廈冧嘅機會咧，相對地微嘅。咁反而喺中間呢啲時間咧，你跌跌撞撞有機會更加之容易令到你受傷。咁所以情願喺原地暫避到第一波嘅地震結束先至去做下一步嘅行動，就會比較安全咯。如果香港人去到例如日本遇到海嘯嘅話，即係人生路不熟，又或者事前冇去了解過當地嘅地形啊，邊度會有一啲海嘯嘅避難場所咧？最簡單就係依從當地嘅居民啦，又或者係工作人員咧，佢哋提供嘅一啲資訊咧，去撤離往高地位置暫避啦。其實喺日本嘅街道上面咧，都會有一啲嘅海嘯嘅避難場所嘅路牌指引大家去邊個方向行，佢會寫住津波跟住一堆日文嘅。除此之外，如果係香港人想做定啲準備嘅話咧，日本嘅各個省咧，佢哋都會提供一個海嘯避難場所嘅圖。咁其實嗰張地圖都會展示咗當區邊啲地方咧係會較容易受到海嘯波及嘅地方，又或者邊度有一啲安全嘅避難場所。咁呢啲都係我哋去旅行之前咧係可以預習定嘅咯。海嘯有一個特點咧，就係當你見到嘅時候咧，其實你係跑唔到啦，好多時，因為佢嗰個速度咧可以超過每秒9米啦，所以變相咧成為一個率先避難者咧係會緊要過當刻往邊度走嘅，因為當你觀察到例如係大規模嘅海水漲退潮啦，又或者喺海邊會有一啲嘅猛烈嘅聲音啦，或者震動啦，呢一啲都係一啲海嘯嘅先兆啦。咁其次就係如果當地發出咗呢個海嘯預警嘅時候，呢一啲嘅種種嘅預警啦，或者係先兆咧，其實無論身邊嘅人走唔走，你都要見到啲先兆，其實你都要做第一個率先避難者去走。你一走，大家都會走咧，咁其實嗰個相對保障安全又會多啲咯。火山爆發嘅先兆咧，第一就有機會地震啦，火山嘅活動亦都會係頻密咗好多啦。咁其次就係一啲地表即係拱起咗隆起啦。日本嘅火山爆發預警咧就分1至5級啦，咁去到第5級就係最高級嘅預警，咁亦都係代表嗰個火山爆發嘅機會係好大咯。如果係遇到富士山爆發，日本政府推出咗呢個富士山爆發嘅應變方案啦，受影響範圍咧都包括千葉啊、東京一帶，將呢個火山爆發咧劃分4個應變嘅階段。第一、第二階段咧，對一啲嘅維生設施，即係譬如電力啊、交通咧，
都冇大影響嘅時候咧，佢哋都會鼓勵啲人留喺屋企，避免咧吸入呢個火山灰啦。咁但係當去到第三、第四個階段嘅時候咧，就因為有停電啦，或者交通癱瘓嘅緣故，又或者因為火山灰有機會連帶降雨咧，會令到一啲木造嘅房屋倒塌。咁所以咧，去到第三、第四階段咧，政府就有可能會安排當地嘅居民或者旅客撤離咯。如果本身早有準備嘅話咧，有護目鏡又或者係啲 N95 口罩啊，呢啲其實可以減低嗰個火山灰塵嘅吸入量啦。但係如果真係身邊冇咁多嘢咧，可以用濕毛巾又或者一啲防災嘅紗布啊，整濕佢咧，去揞住口鼻，減少個吸入量咯。然後就盡快返到去一啲室內嘅位置，將一啲嘅窗口啊或者窿窿罅罅咧就填好，咁就保持喺個室內入邊，就減少吸入呢個火山灰。根據美國嘅航空局調查咧，其實佢哋公佈就話咧，飛機上面冇一個絕對安全嘅位置啦。咁但係佢哋喺80年代到2010年之間咧，即係統計嘅數據咧，其實響飛機中後排咧近走廊嘅位置咧，響嚴重事故嘅死亡率咧係得25% 嘅啫。咁相比之下咧，一啲前排嘅位置咧，死亡率去到36%啊、39%。因為航空事故咧，佢最主要兩個危害，一個就係撞擊啦，另外一個就係火災。咁所以即係撞擊嘅時候，好多時都係前排容易受到撞擊多啲嘅。咁所以就相信個數據都係因為咁樣而有差異咯，唔係每一次都好似一啲好大嘅意外，成架飛機一下就冇晒啦啲人。其實呢個係大家對空難嘅印象啦，咁但係同樣即係美國去調查嗰500幾宗事故啦，其實嗰個生還率咧係超過80%嘅，即使係一啲好嚴重嘅航空事故咧，嗰個生還率亦都過半，咁反而係緊急嘅降落啊、飛機上面嘅火災啊，咁呢啲嘅事故咧，反而係更加多數咯。咁另外咧，遵守一個加3減8嘅法則啦，就係當飛機起飛之後3分鐘，同埋落機之前8分鐘咧，保持清醒，唔好瞓覺。跟住將呢啲嘅求生用品咧都放喺手可以拎到嘅位置或者跟身啦。咁另外就係對鞋就唔好着拖鞋啦，真係着翻一啲波鞋適合走動嘅。因為喺呢一啲嘅起飛同降落嘅時候咧，就係比較危險嘅。咁其實保險公司都調查過，有79% 嘅航空事故都係喺呢段時間度發生嘅。咁所以佢哋都會鼓勵啲人喺呢段時間咧就提高警覺啊，亦都可以望下周遭嘅地方會唔會有啲咩危險發生。至於日常大眾都知嘅就係上飛機嘅時候，即係睇翻嗰張安全卡啦，聽翻啲演示啊，留意嗰個逃生通道喺邊度啊，邊度可以攞到滅火筒。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日常觀察習慣咯。